嗨，大家好，我係蘇崇遠，係運籌聖手嘅講師。今次為大家介紹嘅係 RSI。喺使用 RSI 指標嘅時候，最先用到嘅係估計目前某一隻股份嘅相對強弱程度，因為呢個就係 RSI 設計嘅目的。每一隻股份，只要你一睇 RSI 嘅數值，你就知道佢目前呢段時間係屬於強定係弱。當然更加重要嘅係要睇佢係由弱開始轉強，定係由強開始轉弱。喺圖表裏邊，只需要睇一眼就知道佢嘅強弱走勢，的確好方便，而且佢有一個客觀嘅區域俾我哋參考。當指標嘅數值少於30，按照以往嘅統計，佢係屬於超賣，隨時會升，所以一目了然。但係呢啲數值嘅強弱，只係顯示呢隻股份自己嘅相對強弱，並未曾同其他股份比較㗎。你唔知道有冇其他嘅股份比佢更加強，或者更加弱，或者更加值得投資。如果用傳統嘅股票分析工具，如果要睇完1000幾隻股份，花嘅時間就會好可觀，因為我哋輸入咗個名之後，需要喺圖表上面睇清楚每一隻股票，最少都需要花10秒鐘嘅時間。1分鐘只能夠睇到6隻，即係話要超過4個幾鐘頭先睇得完。就算你淨係睇流通量最大嘅350幾隻股票，都需要個幾鐘頭。你都可以用程式嚟篩選嘅，但係要學識寫程式，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如果想用一個更快捷嘅方法，就可以用運籌聖手。請睇下我嘅示範啦。如果你用嘅係運籌聖手，你只需要喺佢右上角揾到排列選擇欄裏邊揾到 RSI， 點選咗之後，再喺佢柱狀排列圖示上邊點一下，之後你就會見到呢350幾隻股份好優雅咁自動咁走入佢哋所屬於嘅 RSI 數值範圍裏邊。0至到30之間嘅柱數就係我哋剛才所講嘅超賣區啦。我哋可以由 RSI 最細嘅位置開始檢查呢啲股份，全部都喺我哋所指嘅超賣區裏邊㗎。如果你覺得0至到30只有9隻股份太少，你亦都可以睇30至40之間出咗超賣區嘅股份嘅。雖然呢啲股份喺超賣區，但佢嘅方向係仍然會有升有跌嘅，即係話有一半下跌嘅股份唔喺我哋嘅選擇範圍之內，亦都唔係我哋嘅目標，我哋係可以唔睇㗎。最好只係有上升趨勢較大嘅股票係俾我哋篩選出嚟，只要一撳掣就可以揾到出嚟就最好啦。呢個就係我哋設計運籌聖手嘅目的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我點做，請留意下一套短片，我係會向大家詳細咁介紹㗎。